后来乡亲啊，最近上青的电视剧《俗女养成记2》，昨暝播出到第5集，收视率阁来创新高。剧中有讲到台南的美食、米糕甲观察帮，那这个剧情包括嘉玲阿公要退休的滚假，也有嘉玲有心咯，伫个工作甲家庭之间的矛盾，这拢互观众愈看愈有共鸣。炒鳝鱼、米糕、有观察帮，俗女上新一集，因为嘉玲导游的身份，嘛带观众朋友做伙食美食。上新一集，阁有特别来宾洪都拉斯，阁出现嘉玲阿公要退休的议题。不过阿公退休了后，经营开始感觉真空虚，找无生活价值。今仔我来做。好啦，你咁好。我带去做。阿公的状况对真侪退休族来讲，就拿现实生活对照。不过嘛，真丢毒的，阁有发现有新的陈嘉玲。小孩，你怎么会在我家？唔知影要安怎做，面对当咧起步的工课，囡仔到底要生落无？敢要回归家庭？这点的演员拢真有感觉。如果他坚决就是说女人应该要顾家里的话，那我就要考虑要不要跟他在一起。翕出大家的心情，互观众朋友看甲拢真有感觉。全新一集收视率4岁以上4.6创下新高，比顶礼拜4.13搁较悬。其中45岁到54岁更高到7.22。收落来第6集会深刻描摹嘉玲的心情，有全新新婚的陈嘉玲，敢会讲出所有职业妇女的心声，大家拢真期待。